大家好，嚟到星期三跑馬地夜賽，舉手不回，又同大家見面啦。上次幫大家贏返幾百蚊，真係開心過飲汽水。今次場場都分析得好貼，希望可以再陪大家馬場有運行，一齊贏馬一齊開心。即刻入正題，睇下今晚有邊幾匹馬值得大家留意。第一場第5班草地1,200，首選1號五福星，由田泰安策騎，3場評分高穩，今仗步速配合，檔位唔錯，有力爭勝。8號聖神威由潘頓策騎，連場2段快腳，走勢明顯有力。12號萬事靚近仗亦有末段腳法，擺前搶位跑得出。3號專家近仗後上做好，亦有一定冷腳潛力。第二場第5班草地1,800，3號進城區由湯普森策騎，3戰評分穩定，預計形勢順，有望乘勢而上。11號喜悅一生由楊明倫策騎，近仗2段腳法靚，有後上能力。8號香港精神與7號朗日雪峰評分接近，配腳選擇值得一拖。第3場第4班草地1,200，12號電信驕陽由田泰安策騎，2段腳法強橫，評分高企，檔位極佳，爭勝形勢濃厚。4號喬峰近仗手段做快，若出閘快可放到底。9號高錦跑法主動，3場評分連貫，是前段主力。1號運來5寶3戰評分皆高，排位正中亦有力爭前。第4場第4班草地1,000，5號同滿滿上仗2段極快，步速又合，今仗由艾少禮策騎，值得信賴。7號超強60同樣有2段快腳，由黃志宏策騎，形勢貼合。6號亨氣初出不俗，如能跟到節奏有力再發揮。1號雷神太保守2段穩定，有機上名。第5場第4班草地1,200，9號新力3場評分皆紅字，末段快腳出色，有望再下一城。1號寶駿由梁家俊策騎，連場有2段快腳，今場形勢理想。10號天外迎天由潘頓策騎，後上威力十足，步速配合可保中。3號東來欣賞跑法穩定，是好配腳。第6場第4班草地16503號綠色好景3戰平均評分超過80分，後上有力，形勢亦合。11號魔法速遞由巴道策騎，連場2段快段，今仗對手不算太強。2號滿心星亦屬穩健馬匹，有力撲入3甲。5號風起雲湧與12號風雲皆有冷腳機會。第7場第3班草地1,200，6號電源之區由巴道策騎，連場2段快段加高評分，實力無疑。4號運高8斗評分穩步上升，場地合腳。潘明輝策騎亦合拍。9號好多利高雖然資料不足，但連場做快段，有冷中機會。2號人和家興近績準繩，穩手可爭位。第8場第3班草地1,000，2號年少多好3戰高分，前速爆發力強，短途放頭有利。6號觀天下步步做快，有爆發力，跑法主動。3號環宇風采3場有2場2段快腳，檔位正中可偷位。1號馬力配潘頓出賽亦不容忽視，有後勁可搏。第9場第3班草地1,800，5號銀進3場評分皆紅字，末段快腳突出，極具爆冷能力。4號快路跑法靈活，預計步速慢下可守好位搶攻。8號型益線3場皆2段，形勢明顯合拍。7號星價亦同樣具備強腳，堪列必拖馬。